自從美伊喺6月簽嘅諒解備忘錄極速撕毀之後，特朗普揚言要打殘伊朗都唔知講咗幾多次啦，甚至一度傳出會出動地面部隊擴大攻勢，不過每次都只聞樓梯響。去到今個月初，諗住佢禮真啦，結果又係再次叫停打擊計劃，出鋪話美軍咧隨時能夠發動一場自二戰以嚟前所未見嘅軍事行動。不過伊朗同區內其他國家請求美方暫緩，所以取消攻擊，再一次撻好。佢9號接受美國新聞媒體 Axios 訪問嘅時候，更加一改口風，話依家咧係以低調態度處理伊朗問題，冇發出任何新嘅軍事威脅，傾向加大對伊朗經濟施壓咁話。報道話啦，對於伊朗遲遲唔宣布同阿曼達成嘅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協議，特朗普咧冇表現出任何憤怒或者不滿，只係話淨係低調處理伊朗問題，雙方咧淨係進行非全面談判，美方觀望緊伊朗嘅局勢。特朗普話：伊朗正係面對嚴重嘅通貨膨脹，而且經濟情況好差。美國海上封鎖加劇咗伊朗嘅經濟危機，甚至連出糧俾軍隊嘅錢都冇啊！又話油價已經跌至每桶略高於$75。美國消費者感到戰爭帶嚟嘅痛苦已經減輕。講到同伊朗嘅博弈嗰陣，佢就話事情總會解決，就好似捉棋咁。《華爾街日報》就引述官員話，華府自4月以嚟多次警告伊朗唔可以擁核，特朗普嘗試將呢個問題納入談判，但一直面對伊朗強硬反彈，所以白宮近期就將精力放喺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度。加上距離美國中期選舉唔夠3個月，油價仲係比2月底戰爭爆發前高好多，所以特朗普過去幾個禮拜一直都諗緊計仔，一旦德黑蘭全面重開海峽，就會宣布美國喺伊朗戰爭入邊獲勝。甚至私底下同幕僚講，如果伊朗全面重開海峽，佢願意喺冇達成協議嘅情況下退出戰爭添。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東項目主任雅各布安認為，伊朗上個禮拜6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開出6大強硬條件，令到特朗普越嚟越難揾到體面嘅落台階。有伊朗問題專家就話，伊朗完全相信特朗普想退出戰爭同專注喺海峽，所以佢哋先會對美國採取強硬立場。而特朗普據報近期私下同幕僚講，美軍上年已經摧毀咗伊朗3座主要核設施，認為伊朗喺佢餘下嘅任期都冇可能重啟核活動。美國嘅情報能力亦都足以發現伊朗重啟核活動嘅跡象。所以有華府官員認為，如果美國控制到伊朗核計劃，而霍爾木茲海峽恢復正常，特朗普更加有可能無限期延長依家嘅停火協議。特朗普之所以有呢個轉變，或者同聽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嘅匯報有關㗎。根據 CNN 報導，3個知情人士透露，凱恩私底下同特朗普嘅高級幕僚話，只係靠空中力量係冇辦法完成特朗普嘅目標。對於特朗普計劃對伊朗發動大規模打擊，凱恩等人都抱持住戒心，擔心衝突升級帶嚟嘅後果。消息人士就話，凱恩雖然提出疑慮，但都顧及同特朗普嘅關係。對特朗普匯報嗰陣，只係謹慎傳達可能帶嚟嘅負面後果，包括美國彈藥庫存已經被大量消耗，同時明確表明空襲絕對可以重創伊朗，但單靠轟炸就唔太可能實現特朗普公開宣示嘅目標啦。華府內部好多人都認為要徹底擊敗伊朗，唯一嘅方法就係派地面部隊，但咁樣做可能會造成幾千個美國人喪生。報道話五角大樓已經制定相關計劃添㗎啦，但華府內部目前冇人主張採取呢種激烈行動。凱恩認為焦點係揾退場途徑，俾特朗普最少拎到一場能夠同美國民眾交代嘅象徵式勝利，同時唔阻礙潛在外交突破。第一步就係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達成協議。連美軍嘅高級將領都表示不打了，無他嘅，除咗因為要炸嘅目標都已經炸晒咁滯，呢場戰爭更加令到美軍呢部戰爭機器推向極限。好似上個月就有報道話，連續部署喺中東207日嘅航母林肯號艦上官兵已經身心俱疲，平時航母部署30到45日就會埋岸休整，但今次部署超過半年，有官兵已經表達難以承受嘅壓力，甚至有人向屋企人寫信求救添。
同時，《紐約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美軍喺伊朗戰爭入邊大量消耗愛國者導彈，依家嘅庫存已經降到不足1700支。報道話，導彈包含嚟自全球供應商嘅精密零件，生產周期長達幾年。就算特朗普政府同軍工企業合作，嘗試加快同擴大生產，考慮到供應鏈複雜性，補充庫存都最少要2年以上啊！因為導彈庫存減少，美軍被迫將原本部署亞洲同歐洲嘅艦艇、戰機同防空系統調去中東，對裝備維護同部隊士氣產生連鎖效應。更加有部分官員擔心日本同韓國會質疑美國嘅保護承諾，而烏克蘭更加係首當其衝。總統澤連斯基就話，西方今年向佢哋提供嘅防空導彈數量已經降到2025年嘅1/3。報道引述專家就話，歐亞防空導彈同其他關鍵武器供應迅速減少，唔單止削弱咗美軍裝備水平，仲可能令到俄羅斯同中國喺考慮同美國發生潛在衝突嗰陣更加有恃無恐，因為呢兩個國家嘅防空系統遠比伊朗先進，中俄兩國都密切關注美國庫存。一個美國官員甚至話，一旦同北韓開戰，駐韓美軍將會面臨困境添。亦都有分析話，俄羅斯同中國早就知道美國庫存係有限嘅，加上將庫存恢復到可以執行戰爭計劃嘅水平係需要時間。由呢個層面去睇，一場更加持久嘅伊朗戰爭對俄羅斯同中國更加有利。今次條片呢就嚟到呢度啦，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歡迎留言講下，中意條片就記得俾 like 同訂閱，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新聞時事啦。